全台湾各地都有宠物公园，不过大家知道最多宠物公园的县市可就是新北市啦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要继续带大家去新北的另外5座公园哦。我们出发吧，那么走。第6座，新北最热门的公园——芦堤宠物公园。这座公园几乎不用多做介绍，毫无疑问是新北市最热门的宠物公园。这里占地非常的大，也有分大型犬、小型犬区。出入口有双层的闸门，以防进出的时候有狗狗偷溜出去。公园内也有多样的狗狗运动设施，这些设施呢，Nemo 几乎都可以一一征服哦。先从最简单的走拱桥开始，接着是人类也要跟着一起跑的跨栏。其实不是在训练 Nemo， 是在训练我吧。独木桥当然也是轻轻松松，斜坡也难不倒 Nemo。最后是比较进阶的跳轮胎，这个项目 Nemo 可是练习了很久，才克服他对轮胎的恐惧呢。大家下次来也可以和自己家的狗狗练习看看哦。公园旁有微风运河，不少人会在这边钓鱼。隔壁呢也有篮球场、棒球场等等，所以每到假日都会非常热闹。但这边没有树荫，因此建议夏天的话避开中午时段，以免狗狗中暑哦。Nemo 主观评分4颗星。第7座，新北的第1座宠物公园——亲情宠物公园，位于新店溪河滨的亲情宠物公园，2009年就落成完工，是新北市的首座宠物公园。公园内只有几个轮胎设施，所以狗狗尽情狂奔也不用怕撞到东西。虽然没有树荫，但是在出口旁边的椅子区有简单的雨棚可以遮挡太阳。这里距离碧潭、新店老街都很近，所以也可以安排带狗狗来放电之后，再去老街走走，吃点东西。Nemo 主观评分4颗星。第8座，人类觉得最舒服的公园——三重宠物公园。这座公园和之前介绍的福州桥宠物公园一样，是用看起来比较新颖的银色栅栏。公园占地算是蛮大的，出入口也有双层的闸门。公园内有大树和石椅，能让狗狗跟饲主乘凉休息。虽然设施只有 Nemo 钻不进去的轮胎跟半透明的塑胶管，不过其实少样的设施反而能让狗狗有更多跑跑的空间哦。这边的人不像绿宝石或是芦堤那么多，公园内又有树荫能挡住大太阳，加上美丽的淡水河就在旁边，人类私心觉得这边是新北市最舒服的宠物公园了。Nemo 主观评分5颗星。第9座，整个很莫名其妙的松柏公园。松柏公园属于滞洪池公园，也就是说平常是公园，如果淹水了就可以当成帮助排水的滞洪池，所以公园地形呈现一个碗状。虽然这个公园入口一样有可以上锁的闸门，公园里面也有提供狗狗运动的设施，像是轮胎、跨栏或是木栈板，但有个致命缺点，它在出入口的旁边没有围栏啊。进出口旁边只有矮矮的树丛跟石椅，中间还有很大的空隙，所以这个闸门根本形同虚设。Nemo 可以轻轻松松的，我又走进来啦，我又走出去啦，确实是非常危险哦。还有这个木栈板也很值得吐槽，这个斜度超级斜，狗狗要上下都只能用跳的，非常的困难啊。还有公园内的洗手台打开竟然也没水，这个公园是在搞笑吗？Nemo 主观评分2颗星。第10座，林口真正的宠物公园——力行公园。同样位在林口的力行公园，跟刚刚的松柏公园一样，都是滞洪池公园。不过这边洗手台可以用，四周的栅栏也围得非常好，没有空隙。而公园内的设施看起来也很合理，跟上一个公园完全不同档次。不过呢，这个宠物公园从5月开始要草皮整修，然后在2个月之后才会开放，所以预计是要到7月，这公园才会重新开放哦。很可惜，刚好碰到草地的维护，所以没办法进去拍摄给大家看。但我觉得原本看起来就不错的力行公园，整修之后应该可以变得更新更舒服哦。Nemo 预设评分4颗星。看完新北市的10座宠物公园之后，如果要有挑一座最喜欢的公园，那应该就是三重宠物公园了吧？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。